自从2025年7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基督徒的大靠边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《使徒行传》28章16节到31节。阮到罗马了后，保罗得到允准，甲固守伊的兵另外带。3日后，保罗请当地犹太人的领袖来，因自即个时，伊对因讲：各位兄弟，我虽然无做违背同胞的代志，也是祖先的规例，毋过伫耶路撒冷受掠，送交互罗马当局。因审问我，看我无犯着该死的罪，有想要放我。不过犹太人反对，我才故不将对皇帝上诉。其实我无意思要控告家己的同胞，因为安尼，我才要求甲恁见面，甲恁谈论。我是为着以色列人所仰望迄位接受铁链连地。因对伊讲，关系你的代志，阮并无对犹太接到批信，嘛无兄弟来对阮报告，也是讲你的歹话。不过，阮爱听你的见解，因为阮知恁即派的人伫逐所在互人反对。因甲保罗约定一日，到时有真侪人来保罗住的所在。对早到暗，保罗为着上帝国做见证，引用摩西的律法甲先知的册，劝因信耶稣。伊所讲的话，有人信，有人毋信。因中间的意见无一致。因离开以前，保罗讲即句话：圣神托先知以赛亚对恁的祖先讲了真对。伊讲：你去甲即个子民讲，恁听搁听嘛袂了解，恁看搁看嘛袂看见。因为即个子民的心已经钝，耳孔重，目睭缺。若毋是安尼，因的目睭会看见，耳孔会听见，心会明白，会回心转意，我就甲因医好。所以恁着知，上帝即个拯救的信息已经传互外邦人，因会听叹。话草本有29节，保罗讲这个话了后，遐犹太人议论纷纷，就离开。保罗住伫家己祖的厝，足足2年久，来访问的人，伊拢甲因接待。伊好胆宣扬上帝国的信息，搁假是关系主耶稣基督的事，拢无受阻挡。基督徒的大靠边，保罗终于抵达伊心目中福音必须传到之处——帝国首都罗马。保罗到罗马的第3日，就约当地的犹太人领袖会谈，向因说明上诉皇帝的缘由。因回应讲，捌听过保罗所信的教派世界遭受人的攻击，但是因并未听闻有关保罗的歹话，所以保罗搁甲因约定时间聚会，并引证律法和先知书，爱因信耶稣。结果有的信，有的毋信。因为安尼，保罗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讲：因为即个子民的心已经钝，耳孔重，目睭缺。钝原文有变肥、食好之意，也通译做变成麻木、迟钝。这真是醍醐灌顶。原来食好味必然是真正好，
食伤好毋简单，会互身躯变肥大块，也可能互心灵变甲麻木迟钝。储电物质无欠缺的时代，人类最大的问题是心灵的麻木迟钝。对这通理解长龙时犹太人毋信的心态，也通理解当代社会人毋信的心态。最近伫网络看到一寡少年的基督徒批判教会甲牧者的言论，讲起教会所在谈论的话题愈来愈封闭甲保守。的确，袂少牧者为着吸引信徒，讲道分享的主题差不多离袂开成功、福气、得胜等等，内容离信徒的需要真近，离上帝话语却哪像哪来哪远。身躯边一寡牧者反映，现代青少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，人际关系不佳、情绪障碍、沉迷网络、就业障碍等等。也牧者表示，教会团契聚会、聚餐愈来愈讲究，交谊活动也哪办哪济，但是团契人数却愈来愈少。对顶面青少年的批评甲牧者的回应，哪像会当对今仔日的经文得到反证？当代基督徒差不多也罹患食伤好的大苦症，只靠心灵麻木迟钝。那呢，保罗是安怎治疗罗马地区犹太人的心灵大苦症头呢？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讲，保罗伫伊所租的厝住2年，既然来访问的人，伊拢接待，佮大胆宣扬上帝国的信息，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。这敢毋是耶稣基督伫上天以前交代门徒的使命吗？原来答案就伫圣经中，就看你我是毋是遵行。面对教会的大苦症，牧者应当反思，教会存在的价值究竟是人数济少，还是性命的建造？若是基督徒应该思想，聚会的意义是聚餐交谊，还是见证信仰？面对世俗世界的诱惑，教会和基督徒应当亲像面对大苦症同款，坚守减食甲加运动的原则，也就是讲，以减价物质享乐甲增加宣教服侍的行动来调整信徒的体质，找回保罗的服侍精神。默想，我的教会也是团契有拄到挑战无？我对教会和团契有甚物期待？我的教会也是团契有拄到挑战无？我对教会和团契有甚物期待？咱来祈祷，创造天地万物、掌管一切的上主，感谢你，互我生活无欠缺，佮赦免我因为肉体软弱犯的罪。求你带领我对罪中转向你，佮看见你创造的心意和赏赐的恩典，互我佮较仰望你、服侍你，毋是简单质疑家己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